奇怪，哪会同款看到这？大胆，是啥时阵你离开这野区的？我。妈，你若交阮遮安尼顺路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即摆是出去吼，有关系到一个凡间的人的性命的代志哦。你若是甲我主动换我出去全盘的代志，你也负责哦。我无管你有啥物重要的代志，我不准离开，就是不准离开啊！你这个管夫的啊，你足趣味的呢。是安怎阮袂用出入的？阮敢有犯法了？你看迄规矩，大家嘛拢爱注意出入，是安怎讲袂用的？无办法，这是贵阳的命令。贵阳？奇怪，贵阳命令讲唔还出去，这是当时发生的代志，我哪唔知影。这是3天前发生的代志。哦，交唔正呢？迄3天前甲3天后，迄代志发生是滚啊100万条，你知唔知？3天前有影贵阳有交你禁驾讲袂用离开这个所在，也毋过3天后的今仔日啦，就是贵阳命令阮3个爱出去，啊若无出去就袂用的，因为反正这个人的代志若是发生起来只，这个负责你当然去望你。你唔相信啊？唔相信我摕一件物件互你看。贵阳有摕一件信物互我，就是这粒夜明珠。伊讲这粒夜明珠啊，恁这孙落去看，什么人甲主动摕这粒互伊看，伊就会当互我通言。这张就是通行证同款意思。那贵阳的信物无唔对。我跟你讲哦。你哦，即摆若唔较紧互阮离开这个所在吼，阮要去救迄个文曲星哦，毋多若真上飘安尼吼，头站转去吼，恁都会负责哦。对啊，小姐，伊若唔互咱走吼，万一发生命案，叫伊负责，咱来走。小等，三位请莫生气，既然你有这个贵阳的信物，那安尼阮就莫主动哩。歹势，歹势。免客气，免客气。阮到时吼。去互咱骗去。咱这位查某啊，咱借问咧，伫当时啊，咱有奉命要去救一个凡间的文曲星啊。你拢定来敢若高不共村，查某足歹听呢，你爷爷要有信心啦。我你讲啊，你组团的啊。组团的，哦，算讲在学我正案哦。对啊，黑白讲。哈，可能学一寡歹啦。对啊，老爷，咱来去红明引导吼，紧来去好不好？对，较无好势，较无好势，一步走。你别甲咱动啊，这唔免搁顾啊啦，顾这组唔知当细人放伫倒一边，对这边行。你拢已经规工无食物件，来食一寡啦吼。我都甲你讲食袂落，我那规粒心肝敢若一粒石头去缀掉咧，想着我迄两个囝安尼吼，互人掠去。即马都是讲啥物哦，连瓜红菜我嘛吞袂落。哎呦，老东西啊，食归食，人若唔食吼，身体是会扛袂去呢。你都唔知咧，我即几工啊吼，安尼线想都想袂通啦。想讲哦，我长假无去甲人结衫要亲婚大寿吼，是安怎无代无志会变安尼？我两个囝互人掠去，咱规伫内底吼。唔知有通食，无通食嘛唔知，佮敢若想到这，我烦恼都袂赴啊，我哪也在通枵啦。你想较开咧啦，我相信这管老爷一定会将代志调查清楚。假使后面伊两兄弟啊，若真是无偷摕物件，管老爷一定会放伊倒转来啦。我想无遐尼简单啦，嘿，这吼。其中一定唔知啥物人伫咧变鬼，要若无吼，嘿，遐酷人伊敢讲家己生骹会行来阮兜？哎呀，老东西，你无听人讲，野头三笑有神明啊，神吼一定会保庇好人的啦。阮阿爹讲了有理啦，来，你莫烦恼啊，食一罐吼。安尼哦。这个我搬高中的，看无我就知。老东西啊！哈，3更半暝搁咧食点心，哎呀，你实在够享受啊！你哪安尼啊？讲话也会看场面，你
看人的阿姆哦，面色无好啊。什么你面色无好？你甲看，画目眉，佫斗假目遮门刷的，佫变水脸遐长，哎呦，佫挂鱼膏咧。哎呦，你就是安尼，迄播电视本来就爱化妆嘛。好。我来问，阿姆，你是人无爽快了？啥物咧人无爽快？我吼内底我生真大的代志啦，要讲一言难尽，我回去用笔的较紧啊，都安尼哦。你两个狗屎囡仔去人偷摕苦银哦！我是讲嘛奇怪咧，做囝的人去偷摕苦银，啊老母半暝啊都要爬起来食面安尼哦。哎呀，你讲啥话？即摆袂去开玩笑啦。是讲你敢相信讲我未来老公会做这款代志？就是安尼讲嘛，老爷，但我相信吼，迄两个帅哥吼，伊才无遮好胆，敢去偷摕苦银。啊是讲起嘛奇怪呢，迄苦银佫伫因兜去互抄出来的哦。这就奇怪了。啊，都免奇怪啦，关算讲爷爷你就会晓算对吧？啊，你就算看卖呀。爷爷内底算的时阵是天意的，就会当算啦。要若是这人为的，爷爷有法度通算啦。甲人为的有法度通算，安尼总统会战争袂战争，爷爷个算的就知啊，对唔对？安尼啦，回去啦，无我来去迄家路行一逝就知啊啦。啊？你要去家路？但遮尔暗啊，管老爷敢互你入去？哎呦，阿伯啊，你放心啦，迄哦，管老爷吼，算来是阮的亲戚，伊阮哦爷爷的孙啊，算来是我的后侄啊。伫当时阮新妇去讨客遐。组团的。哦，真暗。阿姆啊，你放心啦，阮爷爷出面吼，绝对无问题。安尼哦，哎呦，唔用早来啊，安尼烦恼遮久啊，安尼算起来吼，亲情了。安尼甲恁亲情真亲吼，安拜托办事拜托，你紧去甲我探我两个囝吼，看伊互人关伫迄内底吼，到底即马是安怎伫咧过？万事则拜托你斗相共，啊你都会记诶，我倒转来甲我讲嘿，爷爷。爷爷，你哪安尼？唔是啊，好啦，奶奶。老公。哦，咱伫外口是活要撞死啦！你看，这两只搁在咧爽快，困到敢若甜咧，高甲唔是啥调。爷爷，这嘛袂去怪伊啊，啊，关只无代志做，免讲嘛困。好。小红，紧来甲叫一个神。帅哥啊，无两个帅哥啊，日头白卡装啊呢。讲的是不是笑话？即摆暗时啊要斗日头。哦，那就白卡装啊，好起床啊啦，起床。像叫我帅哥啊，你知道？未来老公。哦，未来老婆。喂，老公。哦，老婆。老婆。恁两个是倒遮咧黄国鸡咧米烧炊哦？讲奇怪呢，3更半暝恁哪法度来甲阮回去啊？哈哈，你拢唔捌我，你知？我的势力范围偌宽咧呢？我讲，咱家这个管老爷就是我的后婿。哦，什么是后婿？我都唔捌听过，我捌听过囝婿。啊，算唔知影我的囝婿，也就是，唔是啊，我的后生，也就是阿娇因老爸早过身去，所以我的新妇搁招入来翁叫做后婿，因后侄。哦，安尼我知影啦。安尼算起来，迄个人是阿娇因母啊的客兄。是啦，哪会歹听啦？迄摆伫阮阿爹的后边吼，叫做后侄，毋是客兄。好嘛好嘛好啊啦！啊，恁两个来这是啊，要做搭水果，要拍拉梁开讲的哦。都对呢，啊，拄食过两个拄啊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，我袂输甲咱任贤齐的。我今日来上主要目的，就是要调查讲迄箱珠宝甲恁的关系啦。无啦，甲我哪有关系？阮兄弟也无去偷摕，我哪知影伫阮房间。哎呦！未来老公，你哪啊糊涂哈？迄一箱的苦银，一只大箱咧，毋是一支，这嘛是粒两，你哪无看到？嘿，敢袂讲迄几工，恁兜无人伫？阮兜对，有一工啊，阮小弟好意，佮要请因丈人爸来阮兜食青草。好啊，我就陪阮小弟去因丈人爸因兜，甲请伊来阮兜啊。这个中间的阮母啊嘛无伫厝，走去买菜。哦，代志就是发生伫即天。
迄个时阵，就是有人挑工将到这好银某呢去藏在恁的门前骹，挑工要来陷害到恁两兄弟。看我凶手！我你讲，我若是抓着，我就一刀，噗，头你飞出去，而且我甲你切，甲你碎碎碎。不是啊，我是不是凶手的。我忘记了啦。